根据统计，目前伫咧台湾的新住民要过60万人。内政部以其中1万多新住民做调查，发现因的家庭收入、就业环境等等拢有改善趋势。学者表示，未来新住民嘛会拄到中高龄就业、长期照护相关的议题，政府应该量早规划，提供友善的生活环境。然后今天我们有做了一些小点心，请我们家哥哥来分给大家吃吃看。来自新加坡的刘明凯是台湾囝婿，结婚来台湾已经5年。2021年时透露，在新北市开家己的甜露店。伊讲伊感觉在台湾生活真快乐。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可以得到很多媒体的电视台的采访。那当然还有像是国防大学，然后桃园新住民的培力中心，邀请我担任他们的甜点导师，来教大家如何制作南洋料理。台湾社会族群多元，像刘明凯这款婚姻移民来台湾的新住民，已经有60万人。内政部19公布5年1摆的新住民生活需求调查，发现新住民生活环境一直变好。大家较关注的新住民收入、就业议题，在政府政策甲民间团体帮助之下，渐渐融入台湾社会。但是学者指出，时间久来，新住民也会慢慢变老。中高龄照顾、看守语言、文化等等问题，是后一个要去关注的重点。他们在台湾养老生活的时候呢，期望政府能够提供呢长期的照顾中高龄就业服务的资讯跟相关的协助的这种措施所以大致上会从生活照顾面，还有未来的就医就养面的加强，以及他们的就业环境的创造上面呢，会提出比较好的发展方向。16这礼拜2的时，新住民基本法3读通过。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而且移民署赶紧规划成立新住民权益保障筹备处，提升新住民族群更加完善的服务。刘世芳讲，这份报告会加做新住民政策规划的指引。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